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新年廣場分行陳小姐。咁我同大家睇一個咧好運中心一個全新裝修嘅一個大嘅一房，一個開揚河景嘅單位。我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咧係一個中南角高層嘅一個居樓單位。咁呢個單位上面積咧有326尺嘅。咁業主咧做咗一個房，咁其實個單位咧都可以間到2個房嘅，因為個客廳咧有好多片窗。單位咧相當之新淨嘅，基本上都唔使裝修，即買可以即刻住，同埋單位相當之開揚。所有嘅窗戶咧都望到一個好開揚嘅景觀，好少有放盤嘅。咁我哋而家先睇單位嘅價格同埋樓面先。一入到嚟大門口咧，就已經見到呢個單位咧係有裝修嘅。咁業主啱啱重新油過油啦，單位咧好新淨。做咗個開放廚，咁有3邊工作台，用電磁爐煮食，相當之新淨嘅。單位可以望到咧呢個向翻東北嘅開揚嘅河景，煮緊飯都望到呢個城門河景觀，層數夠高啦，望穿咗前面嘅樓，相當之開揚。咁廚房咧，業主亦都預留咗位置咧，亦都可以放到一個高身嘅雪櫃。咁喺呢個位置咧，玄關位咧，亦都做咗一個大量儲物空間嘅櫃。呢邊亦都有適量嘅收納空間。我哋睇一睇旁邊咧，就係呢個洗手間浴室啦。浴室都好寬敞嘅，有位置放到一個標準嘅洗衣機啦，業主亦都有曾經豪華裝修過嘅，改做一個企缸，有窗，名廁嚟嘅，都好新淨，係個鏡櫃換一換個鏡櫃就 OK 噶啦。廁所完全都唔使裝修嘅，亦都改趟門。我哋睇翻個客飯廳位置啦。有3片窗都好誇張，呢度有一邊窗，有個窗台仔放雜物，呢度第2片窗，第3片窗，所以呢個單位其實長期都唔使點開燈嘅。如果你想要2個房，呢度可以再間多個房，佢係可以改到2房嘅，因為多窗啊。呢邊留一隻窗咧，仲做到一個小嘅飯廳，睇翻你個人需要啦。但係其實而家1房都好好用噶。景觀呢邊望東北係一個屬於好開揚嘅景觀嚟㗎，已經係。望晒成個城門河前面，相當之開揚。呢邊咧，業主咧喺客廳位置做咗一個簡單嘅入牆櫃啦。做嗰啲燈槽。地板業主都全屋換過晒㗎啦，好好風啊！呢個單位，我哋望埋個主人房啊，主人房呢亦都有2邊窗啊，窗戶好多啊，所以好光猛嘅間屋。呢度如果床頭瞓呢邊呢，都望到河景嘅，主人房亦都望到河景。如果床頭呢邊呢，就望到少量嘅山景。呢邊望翻呢山景為主嘅。業主仲有位置啊！呢間房可以做到一個大衣櫃，我望一望個 size 都好大嘅。呢個單位如果買咗咧，就適合咧唔想煩裝修嘅你啦。因為呢個單位完全係已經係裝修好晒㗎啦，業主好有誠意出售嘅，佢就唔放租嘅。呢日就為大家介紹最新貨盤啦，一個好運中心中南角一個中高層嘅居樓單位。呢個單位咧，層數咧電梯都可以到嘅，唔需要行樓梯嘅。單位咧相當之光猛啦，有裝修，適合有要求嘅你，無論自住或者收租咧，我都非常之推薦呢個單位俾大家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揾呢個新田站一帶嘅屋苑啦嘅一啲上車嘅2房或者1房，歡迎
紹翻呢而家成個屋苑最出事嘅單位俾